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时代拢会提醒囡仔坐爱坐个停，千万唔通坐久久，才袂去伤到骨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就是“久”，读歌有久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“久”就是细汉的意思，但不过咱即马较常用到意思是形容一个人腰脊骨歪歪，咱讲是稳固。另外，毛字典解说“久”的意思是躯咧，身躯向前弯，就成为破病，无都正常了得。较只偏弯翘，咱讲是翘骨，嘛当讲是硬骨、稳骨。倒一句话讲，梁交梁，风交风，稳固交动旺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互相交陪、交往的人，一般程度拢是差不多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论句，意思是讲生物因为病变或者是机能退化，引起身体较衰弱，或者是讲形容因为惊行久气退后，或者是唔敢振动，也就是论打。第二个词读做稳固球，也就是顽强球，就是华语咧讲的强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人小招来到稳固球探险，现场明明就无其他的人所有声响，两个人紧张甲轮毂刷来脚底抹油，赶紧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